成立第三档的台南市中华花艺协会，透过花艺家的卡司，今年选定古镇公园，除了一日门口的大座节庆，要对正月初一开始到中秋等民间过节的中小作品，以及春夏秋冬24节气所投入的创作，加上演者虎城三八、毛向前族群融合等无同风格作品，相当精彩。适合开幕头一天，市长黄伟哲、甲立委陈廷辉等贵宾，拢亲自见证这场美丽飨宴。中华花艺协会一直在整个花艺的表现上有非常这个卓越的表现，那也推动许多美的艺术的这个教育。我们有古迹的美，又有现代花艺的美，把古代跟现代做一个最美的整合跟设计。台南市中华花艺协会了，不管是国际交流，还是持续餐点，都要将花艺炒作的精彩创作被看见，更希望将花艺艺术生活化。我们有展区，会有展示我们的节庆花跟节气花，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接近过年的时间，会有一些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发想。在布置上面会有不同的呈现，想透过这个花艺家的这个巧手，那结合这个生活跟文化让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台南文化跟这个自然历史的美哦。那我想也欢迎大家这段时间有空都可以来吴园走走逛逛。风华璀璨花艺展对1月4号到1月12号为止，当中1月8号休馆，欢迎大家把机会前往观赏。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